各位乡亲，新年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2月初2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高雄今仔日增加8例，有6例是高雄港的传播链。桃园物流公司的军事案增加7例，市府已经下令停工。初2高速公路袂少所在拢塞车，国公局讲明仔载下晡会有上北的车流，恐惊会塞到初4的半暝。为明仔载开始，受到风冰甲冷气团的影响，会落雨，嘛会变较寒。初4、初5气温可能会降到13度。新闻头起先，咱先来关心交通的消息。今仔日透早，伫台北车头就出现回响的人阵，高速公路嘛有落南的车流，包括国道1号上北的方向，民雄到大拿，还有落南下营系统到安定，拢有塞车的情形。也那国道5号车嘛是袂少。国公局讲，明仔载下晡会有一波上北的车流，恐惊会塞到初4的半暝。行李看甲大包细包，台北车头透早佫出现转月加速的人潮。伫今年假期较长，人流有分散，佮加上升级疫情的关系，不少民众拢感觉讲，今年初2的车票比逐一年较好买。就是回去的人好像比较少，就是如果现在订还是会有位置。会有预先买就会比较放心，你就按照自己的行程走。除了车头出现转月加速的人潮，国道嘛所咧出现车潮，包含这个国道1号上北民雄到大拿路段车真济，回撤有6公里；国道1号落南下营系统到安定路段，还佫有这个特边拢会踏的这个国道5号，车嘛是真济无好走。龙潭至高原，还有杨梅至新竹等路段都有车多的一个情形。另外中区的部分，像埔园系统至园林、北斗至园林等路段都有车多的一个情形。国五除了北向的宜兰至坪林路段有车多拥塞的一个情形外，其余路段路况大致正常。高公局表示讲，初3国一路南杨梅到新竹，还有这个国3南向土城到关西，大概对这个早起就开始车较济。国道5号路南南港系统到头城，从早起6点就开始有车潮，会一直刷咧到下晡5点左右，才会较人踅。那国道1号苗栗湖口，这个上北的车潮，班配到这个初3的下晡5点会开始出现，恐惊规个塞到初4的半暝。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冷气团虽然是有较减弱，不过伫北部甲东北部也是较湿湿、较凉凉的天气。为明仔载开始受到风冰通过，也有大陆冷气团的影响，落雨的范围会较大，气温嘛会持续降低。到初4、初5，温度可能会降到13度至14度。正月初2早起，台北落雪透北雨，暗晡伫车头也是袂少出去佚佗回响人潮。气象局指出，初2水气比初小可较少，暗晡伫北部甲东半部依然有局部短暂雨。到暗时甲初3，阁因为锋面通过，也有冷气团或者是东北季风影响，低温只有13、14度。下一波的一个冷空气影响时间会是从明天初3开始影响。不过最冷的时间点，目前看来是会在大概是初5的清晨左右，有机会介在冷气团到东北季风之间。预估的最低温大概就是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在13、14度左右。为初3开始，落雨范围会变大，气温也会慢慢下降到初4、初5。北部、东北部天气会较寒，其他地区早暗也偏冷，一直到初6气温才会小可回升。伫这时阵，因为水汽长期影响，3公尺以上的关山要落雪机会。今明2天水汽上还是会比较多一些，所以如果温度跟降雨是有搭配得到的话，其实预估在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还是有机会有降雪的情形。在今明2天，还有在初6，由于东北风比较弱的一个时间点，可能在西半部地区还是会有一些局部或低云影响能见度。另外，下礼拜如果有新一波锋面接近台湾，到时阵各地有可能出现明显的落雨，提醒民众注意春节期间多变的天气形态，雨具甲保暖的衫拢要准备好。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咱台湾是新增加53例确诊的个案，有37例是带病入境，16例是本土的病例，其中是以高雄8例占上济，甲高雄港相关的都有6例，拢是大做伙的亲人。另外，为新北市去高雄旅游的高中生，因老爸伫昨昏确诊了后，因老母今仔日嘛检出阳性，目前感染源也不明。那桃园物流公司的群聚案是阁增加7个人确诊，台北市卖厝中人的群聚案，一个确诊的学生，即嘛因老爸嘛确诊啊。
国内增加53例新冠肺炎确定病例，37例是境外移植的本土16例。指挥中心表示，本土16例当中，高雄占8例，包含甲高雄港相关的有6例，因拢是共大亲人，伫隔离期间采检阳性。由宜兰大溪饭店所引起的幼儿园群聚案，增加1人确诊，197例是无满10岁查甫囡仔，也因为接触采检确诊。目前感染源无清楚的高中生10905例，爸爸伫确诊了后，妈妈妻子也确诊，就是198例。高雄港相关的同住家属有6例，那这6例，其中5例都是在1月19号，因为在诊所接触到个案而感染哦。那另外还有1例，是这个居服员，18904的服务对象哈，那所造成的哦。目前这3位感染源仍不明的哦，这一家3口的群聚案，那目前会针对这个基因进行定序，那再做进一步的了解。桃园也增加7例，甲一间物流公司有关系。这公司伫2月7日扩大采检，结果有6个员工确诊，多连员工10多岁囡仔也检出阳性。新北市增加1名确诊者，18989例，伊是帮助相关幼儿园群聚学生的爸爸，做2期 BNT 有案确诊。我们昨天定序的结果，那这物流公司的群聚是属于这个 Omicron 的一个的变异株，那且跟这个桃机的这个群聚案的序列相符。春节连假，国内逐工1万有新的确诊个案，学者认为台湾应该赶紧增加社区的免疫保护力。目前台湾第3期注射率有72%，其中老大人的注射率有45%，连假有加开注射站，要让疫苗注射未断去。打的这个速率也是不算慢的，我们每天的这个第3剂疫苗施打速率呢，有到全部人口数里面的0.4%。那我们看到说，目前其实这个第3剂涵盖率也来到了22%。学者建议民众第3剂一定爱做，这样有效力提升保护力，用保护家己也保护别人。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疫情要小媒体，今仔日新增加8例。有6例是高雄港的团报链，拢是伫解除隔离进前验出阳性。市府已经扩大做基顶社区的监测。因那大寮幼儿园群聚案嘛新增加1例，累计到今已经有10个囡仔确诊啊。另外去高雄旅游申报的高中生，因老爸确诊了后，因老母即嘛确诊啊。这个血癌感染源目前要当地调查。透早，清消人员到三明区一间家头毛店消毒。新北高中生病仔确诊了后，初二公布确诊个案，其中1例18988例，就是高中生的妈妈。市府也针对新增加的行踪消毒，可能将近100人，目前采检拢是阴性。不过，这家人北中南耍鱼感染源要搁调查。另外，阁互人发现，这爸爸自主健康管理期间去食甲饱餐厅食饭，卫生局要罚3000到15000。禁止与他人从事聚餐、聚会、公众集会等近距离群聚型的活动。那依据这样子的一个规范，那如果违反的话，会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第36条进行处分。高雄港团报链阁增加6例，拢是伫防疫旅馆改隔离进前采检转阳性，包含已经确诊居服员服务对象之一196例80多岁女性。有1位居服员感染，那传给这个8位里面传染给其中1位发病，那其他的都正常，因为都是住在这个旗津所以我们在昨天、今天都开始扩大在旗津做社区的监测。市府扩大基丁社区监测，收到通知，赶紧去基丁病院甲高扩大基丁校区体检站体检。另外，去宜兰旅游引起的高雄大寮一间幼儿园群聚案，也增加1个指标个案的共班同户，规间幼儿园甲病毒个案已经有10例。记者综合报道。在新增的期间，防疫工作也是持续在进行。这日桃园新增加7个本土病例，拢是甲某一间物流公司有关系。市长郑文灿讲，这是一个群聚感染的事件，目前已经下令要求这间公司停工，嘛提醒民众在过年期间尽量减少聚会，踮伫厝里。过年初2，桃园新增加7个本土确诊个案。桃园市长郑文灿早起陪总统伫个春节慰勉陆军机步269旅练兵3名金龙营区的时阵，伊表示讲，
新增加的个案拢和某一个物流公司有牵连，即马当咧做惊大卡日的调查。除夕我们有筛检了一个物流中心，那有员工确诊，那因此昨天初一有扩大筛检，大概500多位，那也有新增的确诊个案。那现在正由疫调团队在进行匡列跟隔离的工作。消毒刷咧进行，桃园市政府下晡公布这个个案的公共场所卡日，主要是分布伫八地、大溪，还有中立。除了讲大南仔市场、便利商店，还有水族馆、豆奶店、服装店。另外，嘛有进一步来说明讲，物流公司业绩已经有13个人确诊。新增加的个案是6个员工，一个是清洁人员，按18975的家人。市长郑文灿讲，这是一件群组感染事件，已经来下令这间公司停工。我们裁减了900多位，预估还有全场还有317位要裁减，包括也要扩大裁减确诊者的家人以及活动足迹的接触者。郑文灿表示讲，物流公司群组感染案目前已经是居家隔离250人左右。伫个新历初7个安排第2遍的采检，估计讲确诊的人数还佫会再扩大，并且呼吁民众和确诊者若是讲卡日有相待，还是讲感觉有必要，伫个农历初3到初6，当到6个社区的采检站来采检。指挥中心嘛宣布讲，这件群组感染是为着 Omicron， 病体和桃机的这群组是同款，感染的源头还佫咧查。记者综合报道。台北上山幼稚园的群聚案，今仔日佫新增加一个确诊者，是确诊学生陪病家属 ，CT 值是17.8。市长郭文地今仔日证实有这件代志。另外，为着提高疫苗的注射率，郭文地宣布，为初4透早9点开始，重新启动驻 BNT 医药的平台，初7开始注射，而且嘛有提供高端疫苗随到随住的服务。送红包予中正健康服务中心的医疗同事，各送柑仔，感谢因伫年假当中坚守工作。台北市长郭文体初2到这来看疫情者也要进行，也证实上山的幼稚园群聚案，佫增加1名确诊者，是确诊囡仔的陪病爸爸，CT值17.8，已经收伫伫病院治疗。上山有第一例是爸爸感染，不是妈妈。他问说怎么会不是妈妈照顾？因为他2个孩子，还有更小的妈妈去照顾，所以就只要爸爸去照顾这个国小1年级比较大的。陪同住院期间，分别于1月27、29、30日3次采检阴性，2月1日确诊 ，CT 值17.8。为提高疫苗注射率，郭文体宣布将重启 BNT 疫苗预约平台，提供68000外支的 BNT 疫苗，民众应伫初4、初5预约，初6会发简讯，初7到初9应注，也提供6700外支高端疫苗，初7到11随到随注，地点包含台北车头顶3个中型注射站。陪病的状况，可能我们还要再做一些协助他们怎么样做防护哦，因为在医院密闭空间还是可能家属会带确诊的状况还是蛮多的。台北市府除了全力提高疫苗注射率，也来考虑家长因为陪伴确诊囡仔弟数也确诊，是不是需要先注第3期疫苗，或者是有啥物应补强的，来减少疫情的拓开。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2月初1这一天是真无平静，维吉尼亚州有一间私人的艺术学校发生校园的枪击案，2个学校的警察去互枪弹死。目前这个嫌犯是已经抓到啊。也伫咧明尼苏达州，嘛有2个学生互枪击，一个重伤，一个死亡。目前这个歹徒是也未抓到。学校的门口会当看到学生规定行做伙，边啊这些草埔是油气封锁线。美国维吉尼亚州的一间私人的艺术学校布里吉沃特大学，初下晡发生嫌犯进入学校，互校警甲学校的保安官盘查，了嫌犯就向2个人开枪，造成2个人死亡。We were all just sitting in our class,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we just heard a gunshot. We thought maybe someone ran into something,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we heard another 2, and everyone just dropped to the floor. 警方接到通报，就赶去现场救嫌犯，一直约到甲嫌犯逮捕。学校嘛伫下晡1点25分左右，爱学生就地避难，强调这毋是演习。到下晡4点半才解除警报。目前嫌犯的身份该调查。外国媒体报道，过身的2个人交情真好，其中1个人杰弗逊年初才打结婚，另外1个人潘特是做伊的伴娶。同一天发生学校枪击，到明尼苏达州的南方教育中心，当地中昼12点外，2名学生伫教育中心外口的人行道向互人开枪。Officers quickly determined that the suspects had fled the scene immediately
after the shooting took place. Both injured students were transported to Hennepin County Medical Center by ambulance. Unfortunately, one of the students succumbed to his injuries. The other student remains in critical condition at this time. 因为这个亲戚案的嫌犯走去，警方必须要进一步追踪，而且调查嫌犯的犯案动机。那是美国洛杉矶加大有一名正经的讲师，伫顶个月31日向特学科系学生甲老师发出疑似枪击威胁的声明文件。警方伫追踪了后，已经伫当地找伊的中岛，伫科罗拉多州甲伊逮捕。公司新闻台是董平玉。总统蔡英文今仔日透早去基隆港务消防队、甲陆军机部269里等等的所在，感谢辛苦执勤的人员。在新政的期间，也是尽力甲工课做好救治，来守护人民的安全。我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不仅在战训本务上有很好的表现，前一段时间大家也支援联合医院的快筛作业，在防疫的第一线守护民众，大家都辛苦了。在这里，我也要提醒大家，目前国际疫情仍然严峻，大家一定要持续做好防疫措施。国军在过年期间持续做战备训练，总统蔡英文去视察，嘛发加菜金，感谢大家在过年期间守护人民的安全。蔡总统今仔日冒去基隆港务消防队视察，感谢消防人员规年探天无暝无日，随时爱处理救灾甲救护的工作。另外，这2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基隆港甲台北港货柜出入的量是直头增加，苏澳港嘛因为刷刷泵坑通了后变甲较加压，这拢显示消防安全的重要性。大家牺牲新政甲亲人团圆的时间辛苦付出，蔡总统是表达诚意的感谢。在云林北港的朝天宫，透早就一入来真侪人阵，是真热闹，而且4颗梨的店头嘛无用试试。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不过民众拢真配合防疫措施。因也伫台中的武陵农场，今仔日有2000多人来看当地大开的山樱花。云林北港朝天宫4街车路拢是人，店家无用迎接走春的民众。庙埕也是人客甲十通通，每人提清香参拜。车子等后头出了后，家村的人潮也对咧出现，朝天宫内外拢真热闹。虽然疫情影响庙方停办大型活动，不过信众也是热情参拜，防疫都是一个大功课。龙门进虎门出，实施10年制的管制，然后所有的人员进来一定要扫 QR code。伫台中的武陵农场，樱花已经提早开，迎接早春的游客。为空中看落去，农场用要被粉红色花海包围，就连地伞也五花十色。武陵农场表示，目前大开的大部分是山樱花甲粉红佳人。虽然爱到12，樱花季才正式开始，不过初日下晡3点半为止，已经有2700多人入园。樱花的部分接力绽放，由南谷南方一直朝北方2100公尺陆续绽放。车子等外头厝未少人拢会早等咯。苗栗这间特产店虽然受疫情影响，人比以前较少，不过至少比去年3级警戒时阵较好。即马除了做好防疫，也希望能把握这个电价，互业绩能愈来愈好。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有真侪民众直接去餐厅甲料理包顿去食。在台南即间做食的，从半暝就开始款料，规工是无用价。另外，伫中华鹿港有一家伙仔。因当年伫新正的时阵，拢用变种的活动来庆祝，希望会当带来好运。每一个人发挥创意，装头甲真享目，带大家做伙来看卖。工作人员将食面装袋啊，另外一道搁爱准备冷盘，挂咧装箱，互民众爱领。这回车子是等后头出的日子，传统上也拢会请竞赛。台南东区这间餐厅业者每年伫即天是无用试试。竞赛较大咧，就是讲做一个冷盘哦。啊，都做较花样小块，啊好包装，哦，啊我今仔做好60分。总铺师讲，每年围炉甲炊事是上无用的时阵，透早就要准备菜色，加管附中度的团圆饭。因为疫情影响，外在人比以前较侪。在那食啊，这个肥的了，在食。哦，会惊哟？会惊咯，我会惊。
伫中华鹿港这间省破人每年拢用变装的方式发挥创意来换装。今年主题是金金趴，希望金丝是赶走疫情。不管是出世几个岁婴，也是80多岁老大人，拢发挥创意。只是今年过年受疫情影响，虽然正做每一人一定有的配件。你也知道，今年疫情其实不是很好过。那我觉得金色、银色就是比较亮的感觉，希望带给大家就是可以比较金色的感觉这样子。对。因表示，虽然因为疫情有过丢毒，是不是要照办变装登去外头厝，后来决定做好防疫，甲尽量维持社交距离照常举办，希望祝福新年疫情赶紧退散。这世代共长伫个中华鹿港的变装秀，也正做一个火啊特殊的传统。记者综合报道。伫邦桥火车头，即阵啊，当伫办新北市历史建筑的画展，透过这个作品，互咱看到真侪已经消失的古早建筑。这个展览会到3月底结束，希望会当互大家更较认捌这块美丽土地。我左手边这幅画是板桥车站，也就是我们这次的就代表古迹之一。用沙画呈现日本时代邦桥车站的历史痕迹，阁有真侪历史建筑的画作，像这几幅，拢是为邦桥林家花园的来清阁，就看得出修整前后的不同风貌。我在年轻的时候，在去美国留学之前，我看到都是破旧的样子，所以我回来觉得它是新的样子，所以我就说，我就画新的样子。我在画这幅画的时候呢，也参考了非常多的典籍上面的旧照片。那最重要就是要想办法让我们在画这个东西的时候呢，让它尽量呈现它的古朴的原貌。无同画家有无同的手法，台铁局甲企业的基金会合办，为讲代替台湾建筑遗产展新北站，透过画家的考证观察，将新北市内已经无存在也是修复过的古早建筑，像深坑黄石永安基、泰山的李石桥故居等等，创作互外界通体会新区边的人文文化。我们展览的总共有67幅，有包括积木建筑。还有沙画的部分，还有我们油画、油彩跟水彩画的部分。基金会表示，正前就咧全台湾巡回推动相关的画展，展场内底嘛有用乐高所做的历史建筑模型，希望透过各种创作，互外界对这块土地更加认识，嘛带出共同记忆。记者陈阿文、徐凯新北报道。伫新北市永高的飞亚博物馆，最近推出个人的导览服务。民众只要拿手机扫展览品的 QR code， 就会有语音导览的服务，而且还有台语、甲客语等等无同款的语言会当听哦。飞亚甲台湾古早生活关系密切，食饭的碗盘、困的枕头、厨房的文具等等，拢会用到。用台语解说飞亚的用途，民众只要摕到家己的手机扫语音导览的牌就会当听真人录音小解展品内容。那早期的话，我们博物馆也有提供租借的语音导览的部分。那因为有关于比较卫生的一个方面或防疫的方面，我们尤其在今年特别的一个推出，我们用自己的手机载体。博物馆表示，这种透过个人手机收听的导览，有8种语言版本，除了华语、台语、客语、嘛有手语，老师录好影片，协助听力障碍的朋友，另外手机内底的说明嘛通留落来。它除了声音之外，那还有影像，那还有文字的一个内容。那这些对于观众朋友来讲，除了在这边看展品听说明之外呢，这些影像跟图片、声音，甚至回到家里都还可以反复的一个聆听。博物馆指出，民众来到这通用家己的执照来参观，避免客做伙，嘛通吸收专业的技术知识。记者陈阿文、徐凯、张若水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17度。东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1度。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6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
1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上低8度，上悬18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今仔日是初二，祝福大家平安顺遂、自在欢喜心。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丹妮，明仔同这个时间咱再会。